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很多朋友都知道生薑暖身、枸杞護眼，卻鮮少有人將二者搭配在一起。生薑和枸杞都是日常常見的食材，搭配泡水喝，做法簡單，用料安全，堅持任用數日，身體便能感受到實實在在的舒的。今天我便將這樣細做法和注意事項分享給大家，不誇大，不營銷，純粹是家常養生小妙招，看完就能在家輕鬆上手。挑選生薑時，請務必選擇新鮮飽滿、表皮緊致且磨腐爛跡象的塊莖，將其置於流水下反覆沖洗，仔細擦去縫隙中的泥沙，切記不要去皮，因為薑皮性涼，能平衡薑肉的熱性，保留它養生效果更佳。隨後將生薑切成約1毫米厚的薄片，這個厚度恰到好處，太厚難以釋出風味，太薄則容易在沖泡時軟爛破碎。乾枸杞置於掌心，置於流動的清水下輕柔沖洗，指尖輕輕撥動即可洗去表面的浮塵與雜質，切記不可用力揉搓，以免破壞嬌嫩的果皮度，致營養成分流失。待清洗乾淨後，將其瀝乾水分，靜置一旁備用。將切好的薑片與洗淨的枸杞一同放入準備好的玻璃杯或保溫杯中，記得提前用開水燙洗容器，這樣既能高溫殺菌，又能預熱杯壁，更加衛生貼心。沖泡時，請倒入攝氏80度左右的溫開水。切記不要使用剛燒開的沸水，以免高溫破壞枸杞中嬌嫩的營養物質。倒滿水後及上夾子，溫泡5至8分鐘，靜待食材的精華充分釋放到水中即可。待悶泡時間一到，結合聞香，此時便可直接飲用了。建議在水溫降至溫熱的口時慢慢啜飲，這樣既能品味薑的辛香與枸杞的甘醇，又能溫暖腸胃。這一杯茶水其實頗為耐泡，可反復逐水沖泡2至3次，直至滋味沾淡。最後，切莫將杯底的枸杞與薑片當作殘渣倒掉，直接着食咽下，物盡其用，才不算辜負了這份天然的營養。待悶泡時間一到，結合聞香，此時便可直接飲用了。建議在水溫降至溫熱的口時慢慢啜飲，這樣既能品味薑的辛香與枸杞的甘醇，又能溫暖腸胃。這一杯茶水其實頗為耐泡，可反復逐水沖泡2至3次，直至滋味沾淡。最後，切莫將杯底的枸杞與薑片當作殘渣倒掉，直接着食咽下，物盡其用，才不算辜負了這份天然的營養。為了讓這份養生指南更加完善且貼心，這裡為你補充幾個能讓效果翻倍的實用小細節。第一，把握最佳飲用時機，建議在上午9點到11點脾經當令，或是下午3點到5點膀胱經當令飲用，此時身體吸收最好。盡量避開晚上睡前，因為生薑性溫偏散，夜間飲用容易讓人精神亢奮、口乾舌燥，影響睡眠。第二，控制用量，細水長流，每天1杯足矣，無需貪多。這杯茶勝在溫和不刺激，全靠日常食材的積累，非常適合長期堅持飲用。第三，因人而異，靈活調整。若你是體質偏熱，平時就容易上火的人群，可以在沖泡時適當減少薑片的用量，比如少放1片，根據自己身體的真實反饋嚟微調。生薑與枸杞作為經典的樂食同源搭檔，不僅口感溫潤甘和，喝下去更是從胃裏暖到全身。無論是久坐辦公室的上班族，全是注重保養的中老年人，都能安心享用。做法簡單，成本極低，每天只需幾分鐘，就能把含糖飲料換成健康的養生茶。這個小妙招全程零添加，準靠天然食材發力，大家不妨放心收藏，在家試着泡上一杯，堅持一段時間，靜候身體給出的正向回饋。最後也要溫馨提醒，食療雖好，但終究只是日常養生的輔助手段，絕不能替代專業藥品。保持規律的作息與均衡的飲食，才是築牢健康的基礎。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實用，歡迎轉發給身邊的家人朋友，大家一起喝出好氣息。除了簡單的泡水喝，生薑與枸杞旋能與其他日常食材巧妙搭配，做成燙羹或藥膳，在口感和功效上更上一層樓。以下為你推薦幾款集合不同需求的養生食譜。一、嘔寒暖胃，紅棗枸杞薑煮雞蛋。這道食譜非常的合手腳冰涼、氣血不足的人群。將剝殼並用牙籤扎孔的熟雞蛋與切好的薑片一同下鍋大火煮10分鐘，隨後加入洗淨的枸杞、滴涼公糖，再煮2分鐘即可。生薑能溫中散寒，促進血液循環；紅棗補中益氣，配合富含優質蛋白的雞蛋，能有效改善畏寒怕冷和面色萎黃。二、健脾益氣，藥薑棗起米粥，甜對平素脾胃虛弱、氣虛乏力的人群，這款粥是絕佳選擇。準備黃10克、山岳50克、
小米100克，枸杞子5克，生薑3片，紅棗3枚。先將黃薑片、紅棗加水熬煮15分鐘出藥香，接着倒入泡好的小米慢熬20分鐘，最後放入山藥片和枸杞，繼續熬煮至米粥濃稠，山藥軟糯。此粥能溫和護脾胃，補益陽氣。3. 滋補肝腎，當歸枸杞羊肉湯。這是源自醫聖張仲景的經典改良方，特別集合冬季陽虛血虛、易患外感或有經期腹痛的女性。取羊肉200至300克焯水去血沫，與當歸15克、生薑5片、紅棗5枚去核同入砂鍋，加清水大火煮沸後，轉小火慢燉90分鐘。出鍋前10分鐘撒入枸杞10克，加鹽和小虎白胡椒粉調味。此湯溫陽散寒，補氣養血，能讓身體從內到外暖和起來。4. 養心安神，紅喜養顏烏雞湯。集合工作壓力大、白天困倦、夜晚失眠以及面色淡白的女性，將半隻烏雞斬件焯水，與枸杞子15克、桂圓肉20克、去核公棗6個、生薑3至5片一同放入湯鍋，武火燒開後轉文火煲1小時，加鹽調味即可。烏雞養血益精，桂圓安神定志，配合枸杞滋肝養腎，口味清甜且補而不燥。這些食療方雖好，但也需根據個人體質調整。例如，體內有實熱者，糖尿病患者應謹慎食用含糖量高的配方；肝炎活動期或濕熱體質人群不宜盲目進補。陰虛體質可以喝茶，但必須遵循滋陰清熱的原則，精準避開那些會消耗津液、助長納熱的茶類。揀禪來閱，你的茶禪應該以潤和亮為主。綠茶基礎首選，綠茶屬於不發酵茶，保留了較多的茶多酚，性味偏寒涼。星號推薦理由：綠茶具有清熱解暑、生津止渴的功效，非常適合陰虛內熱、容易上火的人群日常飲用。星號注意：綠茶性寒，如果你的陰虛體質伴隨有脾胃虛寒渴量的就拉肚子，建議減少綠茶的用度或改喝花茶。集合陰虛體質的特調養生茶，除了茶葉，利用滋陰潤燥的中藥材代茶飲是更適合你的選擇，可以根據具體症狀對號入座。星號口乾舌燥、乾嗨少痰，麥冬茶。星號麥冬是滋養肺胃滋陰的良藥，取5至8克麥冬用沸水沖泡，能極好地緩解咽乾口渴和心煩。星號眼睛乾澀、頭暈眼花，枸杞菊花茶。星號枸杞滋補肝腎，菊花清肝明目。這是一對經典搭檔，集合長期面對電腦、有虛火症狀的人，但菊花性微寒，脾胃虛寒者應減少菊花用量。星號手腳心熱、心煩失眠，百合茶。星號百合能讓陰潤肺、清心安神。集合陰虛導致晚上睡不好、容易煩躁的人，可以用乾百合煮水或沖泡，加一點蜂蜜調味，效果更好。星號既怕熱又乏力，西洋參茶。星號西洋參性涼，特點是補氣養陰。如果你不僅陰虛火旺，旋覺得氣短，容易累，西洋參是比人參更好的選擇。人參偏熱，不適合你。星號腎陰不足、腰酸耳鳴，桑針茶。星號桑針能滋陰補血、生津潤燥。集合腎陰不足引起的衰乏、早白或耳鳴，必須避開的雷歐。星號功茶、普洱熟茶，這類茶經過發酵，性質溫熱，陰虛體質喝了容易火上澆油，加重口乾和燥熱感。星號溫補類花草，千萬不要把生薑、桂圓、肉桂當作日常茶飲大量喝，這些是陽虛體質怕冷的補藥，卻是陰虛體質的催化劑。飲茶的特別提醒：星號不要喝溶茶，溶茶利尿作用強。喝多了會加速體納水分排出，反而傷陰。星號睡前不喝，陰虛體質本身就容易失眠。茶中的咖啡因會加重興奮感，建議下午3點後就不喝茶了。好了，今天的養生分享就到這裏啦，感謝大家的陪伴和支持。希望這些小知識和食譜能幫到你們，記得根據自己的體質靈活調整我。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聊。祝大家喝出好身體，生活暖暖的。